主后2022年9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听主话语，行主旨意。圣经咱做伙来读雅各书第1章16到27节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毋通受欺骗。一切美好的赏赐，甲一切完全的恩赐，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。伊无改变，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。伊照家己的旨意，用真理的道来造咱，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着知，逐个人着急要听，毋通急要讲，毋通急要受气。因为人会受气，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，所以着消除一切拉残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，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。着实行道理，毋通骗家己讲，干那听道理就好。若有人听道理无去实行，伊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的面相，详细看了后，一个离开，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。毋过，有伫详细查考，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，阁有伫坚守的人，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赐福，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。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，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舌，是伫欺骗家己，这人的敬虔拢无路用。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，搁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，对被上帝看起来，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。以上，听主话语，行主旨意。台湾基督长教会圣诗193首，上帝所赐活命的话，第一节歌词写讲，上帝所赐活命的话，奥妙圣经铭记，报人捌主，互人知罪，恩典明明指示，甲咱捌主旨意，诚心来服侍伊。上帝话，活命的话，智慧奥妙极大。上帝话，活命的话，带咱直到永远。这是我浅析上帝话语的功效甲愿望，互咱定心省思上帝真理的话语，以及对咱信仰的造就甲启发。雅各书第1章16节讲：亲爱兄弟姊妹，毋通受欺骗。中文和合本2010年版将不要被愚弄了，也做不要被欺骗了。作者提醒信徒，毋通互目睭前经常蒙蔽，毋通因为眼前的困难和挑战，掠做上帝无搁甲人同在，也无因为安逸、骄傲自大，应该随时聆听别人的意见。上帝绝对袂引诱人，绝对毋通因为冠冕堂皇的白贼话，将家己所犯的罪合理化，将迄美化做上帝对家己的考验。一切美好的赏赐，甲一切完全的恩赐，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。伊无改变，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。伊照家己的旨意，用真理的道来造咱，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。作者提醒，上帝将一切美善的事物和逐款
完美的文字赏赐予咱，以用真理的话创造咱，互咱会通为伊来活。雅各书作者不断提醒信徒，绝对毋通听信魔鬼的诡计，直到迷失家己，爱挣脱一切不良的习惯和邪恶的行为。伊上时阵提醒，着实行道理，毋通骗家己讲，单单听道理就好。上帝所赐生命的话语，会互人反悔做认捌真理，互人因为看见恩典想起伊的疼，互人搁较明白伊的心意，用真诚来服侍甲关怀。当人安尼实行道理，上帝的话语会诚侪生命的话语，带来丰盛甲奇妙，带人进入永生。台湾基督教教会是改革宗教会的一员，强调用上帝话语做中心，每一遍礼拜拢用讲道做中心，提醒信徒遵行上帝的话，借着领受上帝的话，向世界见证福音的真理。无论信徒伫主日礼拜中所领受的信息是甚物，伫礼拜的落尾，拢会受差遣进入世界，见证上帝话语是真理，发挥上帝话语的功效，进一步影响世界。回想过去即个主日，咱所领受的信息是甚物？今仔日已经礼拜五，互咱搁一遍检视家己是毋是有将主日所领受的真道落实伫生活中。愿上帝的真道毋是停留伫礼拜堂内面，搁较会伫咱的生命中诚侪活活的见证。默想，我对今仔日的经文领受到甚物信息？我是毋是有照主的真理实行？我对今仔日的经文领受甚物信息？我是毋是有照主的真理实行？咱来祈祷，真理的主上帝，感谢你赏赐你的话语，我愿意将所听见的道理实践伫生活中，来见证你的真道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